中國廣東省江門台山市係全國著名嘅僑鄉，許多華僑海外創業後不忘故土，紛紛返鄉投資或者捐助。然而，其中竟有渾水摸魚者在台山行騙。台山新世界地產老闆胡志雄詐騙業主10幾億華僑及我們港澳同胞600人。45歲嘅胡志雄祖籍韶關樂昌梅花鎮人，利用10年反租嘅房子高價購買鋪位以後，轉合同同埋法律嘅空子，依然逍遙法外。台山地王廣場呢個外觀宏偉時尚、長達1公里嘅步行街建築群，呢顆夜色中綻放璀璨嘅明珠，竟然係騙子騙取投資血汗錢嘅工具。1000多名買家，包括500多名港澳台買家，數億元，官方估計數據係7億嘅投資，慘被牢套如此。更有甚者，許多按揭買家無錢供款，即將或已經供斷，面臨被銀行收鋪、信用受損、投資血本無歸嘅慘狀。在和平和諧、經濟蓬勃發展嘅中國，點解仲會出現呢種情況呢？因為呢一個係個精心設計嘅騙局，一旦捲入，無法脫身。地王廣場從設計建築到銷售嘅過程當中，一直得到傳媒嘅包裝同埋宣傳。開發商台山市新世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請多家地產公司代理，打住廣東省最具投資價值嘅商業項目。2006年台山市政工程、保利物業、5星級管理等等嘅房子，喺香港同埋珠三角嘅各大電台、網站、報紙及傳媒大肆包裝宣傳，又請咗蔡瀾、麥玲玲等名人作代言人，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嘅銷售攻勢。更重要的是，打出10年100% 無憂反租，同埋10年後可按原價購回嘅殺手鐧，以遠高出周邊同檔商鋪嘅價格，成功出售90% 以上嘅商鋪。當買家還作着銷售人員鼓吹嘅一鋪養3代嘅美夢時，卻發現自己掉入了精心設計嘅陷阱，無力脫身。